好，我係澳門體育頻道嘅 Anna。今年11月、12月由廣東、香港、澳門3地共同舉辦嘅全運會即將開幕啦！澳門協辦全運會，既係融入國家發展嘅里程碑，深化區域合作，亦得以提升自身嘅競爭力，實現長遠發展嘅重要機遇。今屆全運會，澳門承辦咗5個比賽項目，分別係7個場館舉行，其中5人籃球男子18歲以下組別賽事，分別係新濠影匯綜藝館同埋塔石體育 A 館進行。大家記得唔好去錯地方啊！新濠影匯綜藝館位於路氹城新濠影匯入面，場內設咗5000個座位，曾經仲舉辦過頂尖嘅籃球、網球同埋拳擊嘅體育盛事添。而塔石體育館位於澳門半島市中心，喺2004年11月就落成使用，佔地面積大約5500平方米。而且設有3295個座位，平時都成日舉行各種嘅室內體育運動同埋康體活動。今次澳門賽區承辦嘅男子18歲以下組賽事小項將會產生3面獎牌，比賽日期係今年嘅11月10號到18號，記得 book 埋你啲好朋友啦！新濠影匯綜藝館位於澳門路氹城金光大道，喺關閘或者港澳碼頭可以乘坐新濠影匯嘅穿梭巴士直達比賽場地。喺澳門國際機場，大家可以乘坐澳門輕軌由機場站坐到去蓮花站落車，就可以抵達比賽場地㗎啦。至於喺橫琴口岸入境嘅朋友仔，都可以坐澳門輕軌由橫琴站坐到去蓮花站。塔石體育館喺關閘可以喺巴士總站乘坐 25B 直達，喺愛港碼頭可以乘坐12號巴士喺水坑尾落車，步行幾分鐘就到㗎啦。喺澳門國際機場可以乘坐 MT1 巴士去到澳門半島亞馬拉前地，再轉乘9A 巴士喺水坑尾站落車，步行抵達。至於橫琴口岸可以乘坐 25B 巴士前往澳門半島亞馬拉前地，再轉乘9A 巴士都可以㗎。跟住呢個環節，我哋玩遊戲送獎品，睇下澳門市民點樣熱愛全運會，齊撐澳門運動員。澳門，跟住香港，然之後廣東省。銀河綜藝澳門蛋。全城期待，我撐澳門運動員。